大家好，我係喺 Atomy 第一位繼承Imperial Code 嘅 Imperial Master 朴寶玉，好開心見到大家啦！炎熱嘅夏天過咗，唔覺唔覺已經入咗涼爽嘅秋天。秋天代表萬物清新同豐收，不過我唔太中意增磅，所以都有啲擔心。不過好彩有 Atomy 嘅產品幫我好好管理住身形。邊個同你提起過艾多美呢？我通過阿爸了解到咗艾多美。作為女，你希望你嘅爸爸從事多層次營銷咩？係嘅，我唔中意。我最終把嗰個電話號碼拉黑咗6年。不過可能因為我從細個開始，父母都做生意，所以我一直覺得要致富，做生意比打工好。我22歲就結婚啦。當時呢，我經營咗一間手機店，我一直覺得呢份工可以保障我將來。到30幾歲中段，我每個月都賺到大約1000萬韓元。但係有一日，電視購物開始賣手機，我開始思考到底呢份工可以做到幾耐。就喺嗰陣時，人生發生嘅一件大事。我換手機嗰陣呢，唔記得佢封鎖阿爸個號碼，結果接咗佢個電話。我阿爸6年之後第一次打通電話俾個女，會同我講咩呢？佢足足講咗2個鐘，解釋咩叫艾多美生意。其實手機鋪嗰陣幾忙，但係好神奇，嗰日2小時入邊，連一個客都冇入嚟。講生意講到最後，結論就係一齊去聽講座啦。在座各位老闆呢，有啲人成日聽到人叫你去聽講座啦。我阿爸都係咁，你幾個月都叫我一齊去聽講座，但係我都冇去嘅。不過呢，最後我都有個原因令到我真係去攞聽講座。你知唔知係咩原因？我阿爸咁樣同我講，佢話你以後會後悔嘅。佢話將來你嘅小朋友大過佢，上面樓下隔離屋嘅阿姨全部都做咗 Atomy 去佛羅里達夏威夷玩。咁你個仔女問你阿咪，點解你要做 Atomy 嘅？就係因為要煮飯俾我哋食，定係要去行山，所以你就冇做 Atomy。咁到時你會點答佢哋啊？但係我真係講唔出咩理由。所以我阿爸叫我試下了解下 Atomy， 我就同佢講，如果要我關鋪去聽，就要俾我50萬韓元，我先會去。阿爸真係俾啲我50萬韓元，就咁樣呢。咁我就去咗參加 Atomy 個研討會。嗰日呢，其實係朴冬至 Imperial 嘅 Royal Master 晉升儀式。嗰日呢，會長就講嘅，會長嗰日講嘅，真正嘅有錢人唔係一世都要做嘅，咁賺錢係要喺10年之內賺到一世都用唔晒嘅錢，佢先叫真正嘅有錢人。聽到呢句，我真係好似俾人用錘頭敲咗一下頭咁，成個人都醒晒。呢句說話令我開始用另一個角度去攞錢。以前呢，我哋手機店入邊望住窗外嘅世界，以為嗰度就係全部啦。但原來我根本唔知外邊仲有更大嘅世界。於是我就即刻將手機店放盤，之後成日都喺店入邊聽會長嘅講座。我其實反對 Atomy 反對咗6年嘅。咁以前呢，我父母開咗餐廳紅到上報紙，但係最後都執笠。佢哋就同我一齊住，因為我反對 Atomy， 最後我自己搬咗出去住。阿爸仲叫我搬走。咁而家睇翻，其實都明白出邊已經有咁多人反對，屋企個女都冇大力反對，可能阿爸都係想轉下環境先會佢決定。嚟到9 Imperial 佢講過啦，配偶要離婚，咁你就要快啲寫好離婚文件，叫佢簽完先走。其實呢個說話嘅意思就係做唔做到，環境得唔得，其實都係自己創造出嚟嘅。當我決定要做 Atomy 嗰陣，其實我屋企人已經全部都入咗會。我早結咗婚，身邊識嘅朋友唔多，唔好成日諗住要做啲咩，不如做下自己做到乜嘢先。所以嗰陣我就睇住首爾嘅大型中心嘅時間表啦，自己一個人去聽講座。有咩日子喺早上講座，咁我就會唔想出門。咁所以我朝早9點就返去中心清潔下，安排下當日嘅行程，就咁樣喐動啦。要做嘅環境，可以做嘅環境，都係我自己創造翻嘅嘢。大家成日都講人生劇本啊，你知唔知我第一份寫嘅人生劇本係咩？就係搬去有草地嘅屋企。我細個嗰陣，我阿丁同阿爺就住喺佢哋屋企，所以我一直對佢喺屋企有個憧憬。我一定要住2層樓嘅屋。
但你知唔知而家點啊？我上個月就真係搬咗去佢喺屋企，啱啱前排先至搞掂晒裝修工程啦。我第一份人生劇本終於實現咗。如果我哋寫呢份人生劇本，我都唔會諗住要搬去佢哋屋企。呢份人生劇本呢，唔係淨係為我自己寫嘅，係為我屋企人同埋所有愛我嘅人寫嘅人生劇本。我嘅人生劇本可以改變我父母、我仔女、我老公同埋我老婆嘅人生。呢個就係呢份人生劇本最吸引人嘅地方。朴東植 Imperial 先生呢，因為患有肺纖維化，喺2023年4月離開嘅人世。喺臨走之前呢，最後一次打電話俾朴漢吉會長，多謝佢創立嘅 Atomy。就算我唔喺度，都令到我屋企人唔使再為錢擔心。咁就係咁講嘅。佢仲同佢合作嘅伙伴講：多謝你哋一直陪住我一齊行。大家知唔知道 Atomy 其實唔係靠自己能力，而係靠其他人嘅能力先做到嘅。如果你唔知，可以睇下，我就明。我反對咗6年，咁而家我喺邊度啊？而家我咪就喺 Imperial 度咯。多得我老豆咁快嚟得出 Atomy 嘅願景，我而家先可以過住嘅唔同嘅生活。我反對咗6年，點解最後都可以嚟到呢？我雖然反對咗6年，但係一決定要做 Atomy 之後，我就真係認真咁去了解。各位社長，你哋知唔知道，你哋而家嘅決定5年、10年之後，可以完全改變你自己同你仔女嘅退休生活？就算屋企人、朋友反對，都有足夠理由要做 Atomy， 唔係咩？今日呢，第一次被邀請佢嘅社長們，有人話識得把握機會同第一次嘅就捉住機會，都係一種本事。如果你自己唔去了解，機會攞到你都唔知，佢就冇錯過嘅。如果我當初佢認真了解 Atomy， 只係一味反對，我都接唔到爸爸嘅 call 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認真了解 Atomy， 感謝有 Atomy 呢個機會，一定要捉緊呢個機會啊！我想用我個名朴寶旭，佢玩個三行詩，當作同大家講再見。大家可唔可以幫我一齊嗌出嚟啊？咁我開始啦，我以前死都反對 Atomy， 反到爆炸寶，而家我就要俾大家睇下，我做到 Atomy 嘅 Imperial， 喐我哋天台大聲嗌，爸爸多謝你，真係好感激。